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5月9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恒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咱們先看房企消息，今天關於房企的消息不少，都是壞消息。首先是萬科，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說，萬科將對高管調薪。5月8日，萬科 A 發布新一輪董事、高級經理人員薪酬方案。本輪萬科董事及高管薪酬調整的核心邏輯在於進一步強化薪酬與公司業績緊密聯動，並新增了止付與追索機制。根據最新披露的制度，萬科全職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薪酬結構由基本薪酬、績效薪酬及中長期激勵收入3部分組成。意味着相比過去基於崗位重要性的分配邏輯，未來萬科高管的部分收入將直接取決於當年的戰果。這個具體的怎麼分咱們也不關心。高管績效薪酬占比原則上不低於基本薪酬與績效薪酬總額的 50%， 意味着萬科管理層個人收益將有一大部分處於浮動狀態，與公司的經營成果深度綁定。我關心的是什麼呢？我關心是萬科它到底是什麼性質的。如果是私营企業、上市公司，对不对？那只要股東大會同意就行。你高管的薪酬哪怕年薪1個億，是吧？你只要股東大會同意，反正是你股東負責。不知道大家理解不？如果你是國企，不好意思，你得按照國企的那個標準來。說到高管工資，你看看恆大、碧桂園，他們高管工資都很高。恆大、夏海軍工資打工皇帝啊，年薪都是1個多億啊，沒關係，對不對？那是許家印是大股東，他願意啊。那最後該坐牢坐牢，該賣房子，如果搞得不好，犯法違規，那該坐牢坐牢唄，沒什麼好說的。所以說還是看萬科的所有制什麼性質。那這麼一說，說到過去，對不對？大股東是深圳地鐵，但是公司歸幾個職業經理人、管理層把持，那這種現象就不合理了，就不對了。給這個退休的董事長1年還1000萬，這些高管的工資跟他們的所做的事情，跟他最後萬科現在是要死要活，這些顯然不能相稱，這些我覺得都是問題。所以現在傳言是吧，對過去的這個高管要追薪，讓他們退錢。根據彭博社報道，融創中國孫宏斌在港遭東方雨虹起訴，東方雨虹申請執行境內判決，涉資超 4.185 億元。若法院作出有利東方雨虹的判決，其可追索孫宏斌的離岸資產。什麼意思？東方雨虹也是上市公司啊，跟融創估計是有債務糾紛。也就在國內，他這個官司打完了，東方雨虹贏了，要執行他什麼境外的資產，在香港或者外面的資產。說來說去，融創的孫宏斌也不容易。無論是融創還是碧桂園，這些所謂的債務重組成功的房企，都在泥塘裡面。都在 ICU 病房。新城控股把碧桂園給告了。5月8日，新城控股公告，公司收到江蘇省高院裁定書，裁定撤銷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個民事判決，並將案件發回重審。該案為合同糾紛，上訴人就是原審被告蘇州新城創佳置業有限公司。說來說去，這些房地產企業也夠亂的，不容易啊，誰的日子都不好過。互相告。我們再看看這些機構怎麼看待樓市的。最近匯豐最新的研報指出，中國樓市拐點已現，也就是匯豐也認為咱們的樓市拐點已經到了。它的理由是什麼？在這份報告裡，這個匯豐列的數據以深圳為例，說深圳絕对庫存已經跌到了7年來最低點，庫存周轉月數只有 9.5 個月，而且不止深圳一個城市，全國有19個城市在過去1年裡庫存下降超過 10%， 供給緊縮的趨勢正在從一線城市慢慢向外擴散。匯豐認為，這標誌着中國房地產市場正在走向一個新的均衡點。其中深圳在4個隱藏市裡是提供緊縮最明顯的。過去12個月，深圳庫存下降 17%， 是4個就是一線城市降幅最大。庫存周轉月數從之前的峰值 10.1 個月降到了现在的 9.5 個月，已經顯著低於14個月的臨界線。匯豐認為，大眾市場目前還沒有出現明顯的轉折，一線城市大眾市場新房
還是面臨着保障性。二手房激烈競爭，價格調整還是拉動成交的有效辦法。但匯豐也認為，在有相當一部分位於外圍片區的庫存其實是無效庫存，這部分供給對市場定價影響有限。也就是說，這些房子可能位置不好，配套不完善，就算放在市场上也很難賣出去，所以對整體房價的影響不大。匯豐預計房價的復甦會從一線城市改善型產品開始，更廣泛的市場復甦還需要再等等。除了庫存的變化，土地市場變化也在給供給緊縮添柴。今年以來，全國土地供應按總底價值算，同比下降了 35%， 土地銷售也下降了 40%。但是有些一線城市土地拍賣溢價率已經超過 20%， 所以一些開發商在積極拿地補倉，這是匯豐的觀點。匯豐覺得土地市場持續復甦對穩定新房價格預期、改善開發商中長期盈利有一定的可見性，特別重要。因為開發商拿地積極了，說明他們對未來的市場有信心，而且土地供應減少，未來新房供给也會跟着減少，進一步加劇供給緊縮的情況。這是匯豐觀點。他認為，簡單的說，他認為一線城市這庫存在下降，也就是供給平衡出現了。說郊區還有好多房子賣不掉，鬼樓，他說那不要緊，那房子反正也賣不掉的，配套不好，那玩意就是賣也影響不了價格，反正賣不掉。说匯豐認為有一些企業已經開始拿地了，這個個別地區的土地的溢價率超過 20%。 當然這是匯豐一家之言，反正說這個樓市拐點已現的又不是他一個，經濟學家高盛、大摩是吧，瑞银都說過拐點已现。這拐點到底现沒现，我們再看看这個房租是吧，這不是租售比嗎？租售比是衡量這個房子有沒有見底的，有沒有穩住的一個主要指標。2020年4月，隨着季節性效應逐步減退，說多數重點城市租住需求熱度下降，50城住宅平均租金小幅下跌，但北上深等核心城市仍延續租金上漲態勢。這個是中指50就是中指50個城市住宅租賃價格指數已經公布了。4月50城住宅平均租金環比下跌 0.05%， 同比下跌 3.38%。 什麼意思呢？全國50個城市租金環比同比都在下跌，那你說這樓市怎麼穩得住呢？4月全國50個城市住宅平均租金 33.98 元每平米每月，環比下跌 0.05%， 3月為環比上漲 0.09%， 同比下跌 3.38%， 跌幅較3月收窄 0.27個百分點。當然了，這個50個城市合到一起是這個情況，那拆開看，住宅平均租金環比上漲的城市有9個，較3月減少14個。具體來看，上海漲幅最大，為 0.55%， 北京、深圳等4個城市漲幅在 0.1% 至 0.3% 之間，東莞、太原等4個城市漲幅在 0.1% 以內。4月銀川住宅平均租金環比持平，數量較3月增加1個。住宅平均租金環比下跌的城市個數為40個，較3月增加13個。具體來看，北海、廈門等9個城市環比跌幅在 0.5% 以上，其中北海跌幅最大，為 0.92%， 武漢、成都13個城市跌幅在 0.3% 到 0.5% 之間，南京、西安9個城市跌幅在 0.1% 至 0.3% 之間，杭州、蘇州等9個城市跌幅在 0.1% 以內。所以說，從這個50城住宅租賃價格指數也可以看出這房價能不能穩得住，環比同比都在下跌，那只有個別城市上海、北京一線城市小幅上涨。這個和咱們前幾天百城房地產價格指數是趨勢一致的。百城房地產價格指數4月份除了上海是吧，新房、二手房同比、環比都是上漲。當然了，二手房同比還是下跌的。那剩下的其他的2線、3線城市，新房、二手房同比、環比都在下降，而且降幅還在加大。崩盤走势，你再对应一下这個
50城住宅租賃價格4月份一樣的，除了一線城市看上去還可以，其他城市租金都在下跌啊。最近關於物業收不上物業費，各地的勸黨員、公務員帶頭交物業費，這個報道還非常多。一個小區物業費收不上來，那這個小區最終沒人管，是吧？這個居住條件環境就急剧惡化，最後就變成贫民窟。今天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說这个物業行業現在是在暴雷的前夜。你說5、6年前這個物業那都是香饽饽，是吧？物業那是旱澇保收，你買了房子你就得交物業費，那就物業是叫現金奶牛。房地產開發公司必然會搞一個物業公司，他蓋的房子他自己管，吃乾榨淨。結果現在居然物業也要暴雷，你說上哪兒說理去？說物業圈出了件大事，但朋友圈裡靜悄悄。科爾瑞的數據像一記耳光扇在無數投資人和物管大佬臉上。2025年行業500強物業費平均收繳率從當年的 93% 暴跌到 71%。而這個 71% 是什麼概念呢？在財務邏輯裡 85% 通常是物業項目的盈虧平衡點。也就是什麼意思啊？簡單的理解，就是你這個小區物業費如果 85% 都能收上來，那你這個小區物業它只是在盈虧平衡點上。如果你要收回來 90%， 那你就能賺 5%。你要是100%的收回來了，那你利潤是 15%， 大概就這麼個邏輯。你收繳率 85% 以下，那你說明你還在賠錢。這物業跌到 71%， 意味着每收上來4塊錢就有1塊多在流浪，大量項目已經在底線之下裸泳。更詭異的是財報裡的反差，看淨利潤大家好像都在漲，但看毛利百強物企卻在集體陰跌。那些增長的淨利潤大多是靠會計準則裡資產減值減輕摳出來的，說白了就是紙面財富。這讓我想起了5、6年前房地產開發商，那時候房企們也沉迷於規模，財報上的營收和周轉率漂亮的驚人，大家都在蒙眼狂奔，覺得只要拿地多，只要房子蓋得快，所有的矛盾都會被掩蓋在房價上漲的紅利裡。如今物業公司正在走這條路，迷戀規模失去靈魂，最後被業主用腳投票。為什麼物業會走上開發商的老路？因為他們曾經也迷信大就是好。前幾年物業是資本市場的寵兒，為了拉高估值，物業開啟了瘋狂的併購潮。你買一家地方小公司，我吞一個競爭對手，大家管轄面積成倍翻番。但這背後有一個被忽視的邏輯，物業不是標準化的工廠，而是極其依賴人的非標服務。當一個物業公司在短時間內從管50個小區擴張到500個小區時，它的服務顆粒度必然會變粗。原本能叫出你名字的管家，現在可能一個人要對接800戶業主；原本能半小時修好的水管，現在可能要排隊等1周。這像不像當年開發商456模式？當速度取代了質量，當財報上的指標取代了業主的笑臉，崩塌只是時間問題。物業撤場潮就是最好的證明。2025年有173個項目撤場，近70%是物業主動止損。這哪裡是撤場？這分明是物業版的暴雷。咱們聽說過開發商暴雷，現在物業要暴雷，因為收不上錢，現金流枯竭。這些曾經被視為優質資產的小區成了物業避之不及的爛攤子。很多人問，為什麼業主越來越不愛交錢了？僅僅是因為沒錢嗎？還是因為只價不符？說白了，業主覺得物業服務普遍低於預期，在房價上行期，業主對幾塊錢的物業費並不敏感，因為房子在增值，物業只要能維持最基本的保安保潔，大家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現在當房產金融屬性剝落，居住屬性回歸，業主開始拿着放大鏡看服務。為什麼公共收益從來不公示？為什麼電梯壞了3個月沒人修？為什麼保安崗做的都是些只會玩手機的老大爺？拒繳物業費成了業主在信息不對稱、權力不對等的博弈中唯一能拿出來的反抗武器。這又回到了開發商的老路。當年開發商為了省錢搞減配
搞維權陷阱，最後導致整個行業信任崩塌。現在物業公司如果還想靠信息差賺信息不透明的錢，業主的回應非常簡單，關上錢包。買房就像選鞋子，地段是鞋底，決定了你能走多遠，扛不扛磨；戶型是鞋面，決定了穿的好不好看。而物業就是那個後跟兒，說鞋子剛穿上時，你只關心鞋底硬不硬，鞋面亮不亮，但走上1-2年後，如果磨腳，你每走一步都是鑽心的疼。早年間我們追求名牌，忍受了不合脚的鞋跟，現在大家清醒了，如果這雙鞋磨得我鮮血淋漓，哪怕它是金子做的，我也要把它換掉。物業行業現在正處於換鞋的高峰期，那些只顧着在財報裡裝修鞋面的公司，最終被那些真正打磨後跟的公司取代。作者說，物業行業的底層逻輯其實從來沒有變過，只有2個字：信任。就像江西、雲南等地政府發布的倡議書那樣，呼籲公職人員帶頭繳費。這說明什麼？說明收繳率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商業問題，而是影響社會治理的基礎問題。單靠倡議能解決根本問題嗎？如果物業公司不回歸職價相符，不把公共收益透明化，不把服務做進業主心裡，任何口號都是杯水車薪。開發商用了3年的陣痛才明白，活下去比長得大更重要。物業公司要多久才能明白，服務好比規模大更重要？實際上，此物業和彼物業都一樣，在經濟往上走的時候，物業就像那种小区的價格在往上走的时候，大家都闭着眼，因為大家都会賺錢。這就是我舉的例子啊，一群豬吃食的時候，只要他面前那個槽子裡面還有一口吃的，那豬它是不會抬頭的，它悶頭在那吃。等到它那槽子沒東西吃了，它就一看發現對面的豬槽裡面還有很多吃的，是吧？那它就叫喚不公平，怎麼對面還有我這沒有了？是不是這樣？你只要有大家都有的吃，那些豬它都不會抬頭，就感覺還很幸福，有的吃。現在是很多人豬它沒得吃了，但是有一部分豬它吃它挺好，所以呢就引起其他豬的抗議，其他的豬它就叫不公平不透明，怎麼分？實際上我們以前也說過，這個樓市下行不光是物業扛不住，物業受影響，業主他一樣。為什麼我們老說交房即維權？你看現在不管是央企開發商還是民企開發商，你只要一交房好嗎？那業主就馬上開始各種舉報，各種維權就來了。為什麼？一個道理，你買房的時候是1萬1平米，等到你收房的時候變成8000了，你说你心裡能好得了嗎？好不了。這個時候當初開發商賣房的時候天花亂墜的各種許諾，現在都兌現不了，合同裡面約定的交付標準也達不到。你回家一看，那水龍頭在滴水，或地上的瓷磚有點裂等等，忍不了了，要求退房，沒毛病吧？你退房還給我退1萬呢，你現在只值8000呢，那業主肯定想退房，要維權，你不退房你就賠錢。房價漲的時候就沒事，1萬買的對不對？等到你收房的時候變成1万5了，這個時候業主一看那滴水怕什麼？滴水修一下唄，是吧？那瓷磚壞了換一塊，要了多少錢？反正我這房子100万買的，現在已經是150萬了，50萬已經到手了。你說我再退，開發商只能按1萬退1平米，不是吃虧了嗎？所以說維權就好糊弄，開發商對付一下，大家就算了。所以說房價只要一跌，交房維權就越來越多，你央企開發商也扛不住。那物業也一樣，你想物業的一個是房價下行，那個業主本來心裡就不好受，結果你服務不達標，大家這個時候對服務看得就比較重，再加上業主現在收入也不太好，下崗失業的失業，按揭貸款還起来都很吃力，完了還要每年要交物業費，再看一看你這服務，那當然他就不交，越來越多的業主一不交，物業他服務就越來越差，这個咱們說過了，叫惡性循環，服務越差，那就更多的業主不交，那物業的更沒錢，服務就更差，惡性循環，最後就变成一個貧民窟，電梯都沒錢開，公共樓道裡面公共區域燈壞了沒人修，沒錢，小區這個廣場上樁壞了也沒人管，垃圾到處是的，雜草叢生，沒錢。所以這種東西怎麼解決？我說實話解決不了，除非你在又往上走，經濟往上走，這個很多問題就能掩蓋。那經濟往下走，大家都忍不了，你畢竟賺錢難了，每個人賺錢都越來越難，所以說無解，只會越來越差。那物業簡單的，
實在不行我就提桶跑路，我不玩了。以前经济好的时候，物業通过其他的手段還能賺點錢，比如說物業通過小區裡面搞展覽、公共區域搞賣廣告，亂七八糟的，總之人家有生財之道，三瓜兩棗的還能賺點。現在經濟不好，這些東西也賺不到錢了。以前小區多多少少還有一些物業的手上還有一些門面房是吧？這種底商之類的，那現在這玩意兒就租不出去，都是累赘，物業賺錢的路子也沒了，這經濟不好，業主這邊錢他也收不起來。我們再看經濟已經差到什麼程度？今天看一個媒體報道，看看新聞報道，他說開發商想用5車位，就5個車位抵12個農民工血汗錢，這是怎麼回事呢？12名農民工被拖欠32萬的血汗錢，開發商竟想用5個車位來抵。據了解，這12名農民工2023年開始在西安一小區進行綠化施工，32萬工錢一拖就是近2年。當地人社局介入後承包商和開發商提出用5個車位頂賬，但農民工發現該小區有1600個車位已經被法院查封，現場連編號都看不清，那5個車位大概率根本不能賣，不能過戶，因此他們堅決要求用貨幣支付，拒絕車位抵薪。目前當地勞動監察大队表示，涉事公司拒不履行支付義務，已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正在走流程。任何一方都不能強迫農民工接受車位抵工資。你說這叫什麼事？農民工在你那打工要的是錢，最後結回來是5個車位。這5個車位到底是什麼？有沒有瑕疵，对不对？他還不清楚，有沒有被查封？農民工要車位幹啥呢？他在那也沒房子，他把這車位賣掉，他也賣不掉，对不對？1600個車位被查封，這說明這個開發商已經到什麼程度了，慘到什麼程度？35萬都沒有，拿車位頂賬，說來說去就是房子賣不掉。從這兒哪看出什麼小陽春，什麼火爆？今天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標題叫“非常慶幸去年賣掉了房子”。作者說，他說現在想來還心有餘悸，幸虧去年出手賣了那套房子，如果留到現在，不要說賣價如何，就是能不能出手都是個問題。作者說，那套房子說來是有感情的，他陪我們走過青澀的時光，也見證了我們一家3口的幸福生活。2004年是我和老公結婚的第3個年頭，也就是他們微薄的工資讓他們對買房叫望而止步。後來省吃俭用，終於有了首付。2004年4月，在小縣城簽下了這套100平3房2廳1廚1衛的商品房。2004年10月交房，拿到鑰匙的那一天，我們激動無比，上上下下打量新房，規劃着裝修。2005年3月15日，母親說是個大好日子，一入新宅，然後他們就搬進了新房。2006年3月，女兒出生，3家之口笑聲從此在每個房間裡蕩漾。但是我一直以為這輩子我只會買這一套房，我也一直覺得我會一直陪着這套房子。可是2016年1月我們就作別了，也就是10幾年後從此新的租客陪伴了他。2020年5月，租客找到更適合的房子，我去拿回鑰匙時，心裡一陣疼痛。確實不是自己的東西，很少有人善待，牆上各種圖畫，廚房和衛生間布滿污漬，我不得不找人清潔一番後重新粉刷，他才又煥然一新。2020年5月重新裝修後，我決定把它出售，於是把它掛在58同城等房建媒體。2020年5月那個時候房子應該還好賣，價格還挺高，因為畢竟2021年恆大才暴雷，但是2020年正值疫情，剛掛上網時，很多人來諮詢。疫情封控，大家對於家的固定比任何時候都很渴望，但問得多，沒有一個中意的。他說我這套房子地段沒得說，市中心，又在當地最好小學大門正对面，但在市中心的致命點是活动空間小，沒停車位，而且我们這個還是個步梯房，就是沒有電梯，我的又是頂層7樓，這直接勸退了前來諮詢的人。於是從2020年5月決定出手賣這套房子，一直到2025年3月，我一降再降房價，可以說是攔腰斬價。但實地看過房後都表示步梯樓層又高，還沒有停車位，
看後都直接走人了。他说这几年我也掛出租，但是租客也是挑三拣四，嫌弃不提高层的。說於是這幾年賣房和租房成了我一塊心病，特別是面對經濟下行的局面，大家對買房有了新的認知和需求，各地二手房空前的爆出，想出手我這套房子顯實是奢望。我已經做好了一直空置它的準備。我唯一能自我安慰的是，當初我買時房價低，自己住了10年，又出租5年，已經很值得了。但事情的轉機總是在你想放棄的時候。2025年3月12號，原來的房產中介問我要不要再把房子降一點。他說現在的行情真不行，我依中介的建議降了點。3月15日，中介說有人看房，買方看後給的房價比我們的預期還要少，但是我依然答應了。3月17日簽合同幫你過房。說這套房子中日是出手了，雖然價格低了，但好在出手了。但多次在網上看到崩潰的二手房，但多次看到斷供的二手房，以及價格極低的二手房，任无人問津時，我都慶幸當初的選擇。這個說明什麼？他是根據作者自己說的，他是在一個偏遠地區的小縣城，人家從2020年就掛出完全賣，最後是2025年3月份才賣出去，這個價格一直降，最後一忍心一狠心，攔腰一刀才把房子賣掉。作者說往後能不能賣掉都是個問題，因為根本就沒有人問。他是個偏遠地區的小縣城，好不容易有個人看房。作者說自從疫情開始，他那個房子就一直不行了，一直往下跌，就沒有反彈過。這很多偏遠地區縣城樓市的一個寫照，就是有價無市，沒有購買，沒有成交。你房子稍微有點瑕疵，它是不提7層，沒電梯，有沒有車位，完了基本上就賣不掉了，連租都租不掉。那你說縣城有多少這樣的房子，也有多少這樣的縣城？所以說来说去，就是這個小陽春想賣房的，如果沒有抓住這個小陽春二手房，趕緊把它賣掉，還坐地起價的，恐怕以後要後悔。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